擂台上，摔角手高聲吶喊，你來我往，激烈嘅搏鬥，華麗嘅招式令觀眾睇得非常過癮。但係喺背後，佢哋要付出幾多嘅心血同埋汗水，先至獲得企喺擂台上面嘅資格呢？喺澳門，摔角文化嘅發展又係點樣呢？蔡良嬋自細喜愛拳擊運動，曾經獲得多個大賽獎項，包括2008年北京奧運散打冠軍以及散打世界盃冠軍。退役之後，曾經參與唔同嘅格鬥運動，但係最後佢就決定轉型向摔角發展。做摔角嘅原因就係我發現咗，我搞好多嘅拳賽，參與好多嘅比賽，獲得嘅關注咧，亦唔係好多啊。因為咧，普通人咧對呢個格鬥咧，佢嘅認識唔夠深頭，覺得係暴力嘅，就覺得係血腥啊咁樣咯。咁其實打拳咧係非常之有藝術嘅，同埋要智力、體力都跟到嘅，非常之鍛鍊人嘅嗰個意志力。咁我發現咗摔角會引到普通人去更快嘅去接觸到呢個搏擊。因為摔角咧，其實佢係表演性質嘅一個娛樂節目，咁樣咧佢啲動作咧非常之好睇啊，彈嚟彈去、飛嚟飛去咁，就比搏擊比賽咧就好睇好多。因為佢係夾好細咁，再表演性質去打嘅。咁我啦諗住由摔角開始去推廣呢個全民格鬥。咁咧摔角咧同我哋平時睇到好多散打啊、自由搏擊啊、MMA 啊呢啲其實係好近嘅，因為好多動作咧都係呢啲運動入面去演變出嚟，喺摔角入面去呈現嘅，非常之好睇嗰啲動作。咁樣我覺得轉呢個摔角咧，要換轉一種方式去做，因為咧以前打拳咧係要打到人哋受傷 KO 為主，咁你打摔角咧，其實要更加多嘅去保護翻對手。摔角對我嚟講咧，就係一種用格鬥運動做一個平台嘅一種表演藝術，所以佢係融合咗運動同埋娛樂嘅元素喺入邊咯。何浩倫係港澳地區著名嘅摔角手，曾經去到日本受訓嘅佢，2016年成為全球首名參加美國職業摔角比賽嘅中國選手，巡演足跡遍佈全球。有見及此，蔡良嬋特意邀請呢一位出色嘅摔角手一齊推動澳門摔角界嘅發展。咁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一路以來有關注呢個摔角。咁香港呢個何敬倫啦，咁佢係我哋中國第一個去參加 WWE 嘅選手，佢個名氣啊，佢嘅實力都非常之勁嘅。咁非常之有緣分喺澳門一個朋友介紹下。識到佢，咁我就力邀佢過嚟澳門同我一齊發展做呢個摔角嘅比賽、摔角嘅推廣。財神之前都聽過佢個名嘅，就係澳門嘅奧運冠軍啊嘛。咁知道佢今次要搞摔角咧，都覺得今次係一個非常好嘅機會咯，可以將摔角運動推廣去全中國咯。咁所以亦都係符合到一個我追求咗好耐嘅個人目標咯。咁所以希望今次合作愉快。